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7篇，出埃及记33章12节到17节，启示录22章第6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实可靠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永不改变，必定按照他的应许实践，并赐给人恩惠。我们就以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，虽然有人说上帝已经忘记他们，竟然有430年。可是其实我们或者应该是要换个角度来看，应该说经过了430年，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已经忘记了上帝，但是上帝竟然没有忘记他们。上帝他呼召了摩西来成为解救以色列人的仆人，也不会忘记他对摩西的应许。出埃及记33章12节到17节记载了摩西与上帝之间的对话。摩西对上主说：“你却曾吩咐我领人民到那地方去，却没有指示我要派谁跟我同去。你说过你了解我，也喜欢我，那么求你把你的计划指示我，使我能够侍奉你，继续在你的眼前蒙恩。求你记得这民族是属于你自己的。”上主说：“我要亲自与你一道去，使你安心。”摩西回答：“如果你不亲自跟我们去，求你不叫我们离开此地。倘若你不与我们同去，谁知道我和你的子民是在你的眼前蒙恩？你的同在使我们跟世上其他民族有所区别。”上主对摩西说：“我要照你所求的，因为我了解你，也喜欢你。”上帝应许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虽然他差遣了摩西前去埃及，但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，因为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约翰在写给这个末后教会的启示预言当中，也谈到了上帝的信实可靠。启示录22章第6节到第9节，约翰说道：“天使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靠的。那赐下圣灵给先知们的主上帝，差遣他的使者，把必定在短期内要发生的事指示给他的仆人们。”耶稣说：“看吧，我快要来了。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。”我约翰听见并看见了这一切事。我听见看见之后，俯伏在指示我这些事的天使前要拜他。但是他对我说：“千万不可这样。我和你以及你的同道们，就是那些先知和所有遵守这书上的话的，同样都是仆人。你应该敬拜上帝。上帝是信实的，那么人呢？人当然也要以诚实来敬拜上帝，遵行上帝的旨意。”约翰这样提到，遵守这书上的话，就是上帝的仆人。如同耶稣基督告诉那井边的妇人说：“敬拜上帝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这样我们就能够领受上帝信实的恩典。”诗篇97篇，上主掌权，大地要欣喜，所有的岛屿欢乐吧。密云幽暗在他的周围，正义公道正是他国度的根基，有火在他的前头，
焚烧他周围的仇敌。他的闪电照亮世界，大地看见了便颤抖。群山在上主的面前，在全地之主面前，像蜡一样融化了。诸天宣扬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。一切拜偶像的人都要受辱，夸耀邪神的人都要蒙羞。万神都要俯伏在上主的面前。上主啊，因为你有公义审判，西安的人民欣喜，犹大的城邑欢乐。上主啊，你统治普天下，你凌驾万神之上。上主爱那些憎恨邪恶的人。上主保护他忠贞的子民的生命，拯救他们脱离邪恶人的手，光照耀义人，喜欢充满心地正直的人。义人啊，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，你们要颂赞他的圣名。感谢上主以信实待我们，因你的大爱赐下恩典与救赎。感谢主，在我们还不认识你，甚至离开真道的时候，仍然赐下赦罪之恩给我们。感谢上帝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